Hi-Fi 發燒台朋友，大家好，我係 Lee388。可能大家見到呢個畫面會問點解有兩部 Audio Research 嘅膽機喺度啊？咁因為今次想嚟一個同門師兄弟大比拼啊！一次過借兩部同廠嘅膽機翻嚟玩，睇下呢個 Audio Research， 以下我哋稱為 ARC， 佢嘅 I70 同埋 I50 有啲咩分別啊？咁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知就繼續睇落去啦。美國老牌大廠 ARC 雖然都有出呢個原子粒機，不過膽機始終都係佢哋嘅拿手好戲啊。而今次呢一部上年年中推出嘅 I70 膽合併機係繼同廠相對較為入門嘅 I50嘅升級版啊。咁而 ARC 個 I 系列無論外形同埋聲音取向都同廠經典型號好唔同㗎，要打造一部較為年輕有新鮮感嘅機型啊。資深嘅發燒都知道ARC 相對其他膽機廠佢哋嘅聲音會偏向冇咁重膽味啊。咁而今次個 I 系列就唔同啦，膽味相對較為明顯，不過又唔使擔心會慢半拍蒙查查，絕對可以滿足年輕發燒對於分析力同埋速度感嘅要求啊。先睇下呢個 I70 嘅外觀啦，機身下半截嘅圍邊同埋頂部都用咗粗身嘅金屬網啊，隱約可以見到機裏邊嘅零件啊，咁同埋着機之後最搶眼就係前面好似兩支膽嘅顯示器啊，咁可以顯示輸入檔同埋音量大細啊，仲有兩個大型嘅旋鈕，分別喺呢個輸入選擇同埋調校嘅音量啊，咁而撳落去就可以切換呢個顯示嘅資料同埋啞音嘅開關，旁邊仲有一個電源開關同埋耳機嘅輸出。啱晒中意玩呢個耳機嘅發燒友啊，同埋據廠方嘅資料耳機嘅信號係直接嚟自嘅 KT120 功率輸出級噶，經過呢個專屬輸出牛抽頭啊，並唔係簡單用呢個電阻將呢個喇叭輸出分出嚟啊，所以如果你係耳機嘅用家一定要試試啊。我都試過真係發覺有料到噶。我覺得呢部機古典得嚟有啲科技嘅 feel 啊，睇住佢嚟聽歌都幾過癮啊。另外原廠就跟咗一個金屬嘅遙控器啊。I70用咗3支俄羅斯生產嘅 E88cc 嘅膽仔啊，分別負責一個輸入級同埋驅動級啊，而輸出級就用咗4支吞數嘅 KT120 啊，輸出功率就有70瓦乘2啊，呢部機係自動偏壓噶，換膽都唔使調呢個偏壓，方便玩家自己換膽啊。我今次夾嚟試音就用咗一對嚟自意大利嘅 Steelworks LS35A 15 ohm 嘅版本啊，雖然細對，但係15 ohm 嘅版本都幾難服侍啊，正好用嚟考驗下呢個 I70 嘅實力啊。一開聲發覺呢部機都幾有音樂感啊，唔係嗰種舊式膽機昏昏欲睡嘅味道啊，而一種有活力、有光澤嘅暖意啊。用呢對 Steelworks LS35A 去聽呢個人聲同埋爵士把聲都好 analog， 好有肉地啊。歌手唱歌嘅時候嗰啲感情同埋呢個喉底細節俾佢修飾得滑溜得嚟又唔會話冇咗啲細節啦，聽得好舒服，好襟聽啊。呢方面可以話 I70將呢個 ARC I 系列嘅偏向膽味極之討好嘅取向完全發揮出嚟啊。I'm dreaming both night and day, but here's where
當我播一啲大場面嘅交響樂或者啲搖滾音樂嗰陣時候呢， I70 嘅實力呢真正浮現啊！第一個感覺呢就係背景好靜好黑，呢一種寧靜度呢令到所有微弱嘅細節同埋空氣感呢都好清楚啊！音場呢撐得開之餘呢，入邊每件樂器嘅定位感呢都好實在啊！咁啊，其次呢就係呢個密度感同埋質感呢一樣都唔弱啊！鼓聲呢絕對唔會好似呢個濕水炮仗，劈一聲呢就冇咗啊！係可以聽到鼓皮嘅彈跳同埋呢個層次啊！動態反應呢亦都好爽快，爆起上嚟呢都唔會腳軟啊！完全打破呢個膽機呢就係慢嘅印象啊！好適合聽多種唔同種類嘅音樂啊！好啦，睇到嚟呢度呢，我知道咧你哋一定會問啦，E388又話 I70 同細佬 I50 比，點解仲未講㗎？好啦，咁啊而家咧就同大家分享啦。簡單講咧，如果你係第一次想感受 ARC 嘅魔力，或者咧主要想聽下呢個人聲、小品、爵士，追求一種好放鬆、好陶醉嘅聽歌感覺，咁 I50 咧會係一個好甜、好吸引嘅選擇。I50 把聲嘅順滑感同埋一個柔潤感咧，真係好出色。中頻咧帶住一種咧好天然嘅甜味，聽落好有韻味，好似咧沖緊杯靚紅茶咁樣，好舒服嘅感覺。至於 I70 咧，如果你好似我咁聽歌種類好雜食嘅，對於音場分析力、控制力都有好高嘅要求，又或者對喇叭咧，好似呢個 LS3A 咁，需要一部咧控制力好好嘅 amp 去服侍佢咧，咁你就應該認真考慮個 I70 啦。咁啊點解咧？因為 I70 咧唔止係功率咧比個 I50 大咗20瓦，佢用緊嘅輸出牛咧係同呢個 ARC 更加高級嘅 75SC 嘅後級係同款嘅。呢個心臟部分嘅升級咧，令到呢個 I70 出嚟嘅聲音咧，質感同密度感咧，都會明顯更加強啊！背景更加寧靜，低頻嘅掌控力咧，同埋全頻嘅權威感咧，都係高一個檔次啊！可以話咧 ，I50 係一杯咧香甜順喉嘅蜂蜜綠茶，咁而 I70 咧就一杯咧茶味更加濃、回甘更加強烈嘅單沖烏龍。呢一啲提升咧，正正就反映咗喺佢哋嘅身價差距上面啊！好啦，為咗顯示 I70 嘅實力咧，又試下用呢個 I70咧嚟推下呢個 Magical S3 嘅坐地喇叭，錄一段音樂咧同大家分享。講咗咁耐咧，當然 I70 咧都唔係完美。I70 咧用到呢個 KT120嘅膽咧，先可以大細喇叭都推得掂啊。但係換嚟咧就有一定嘅熱量啊，所以大家唔好以為佢機仔細細咧就可以將佢塞入櫃裏邊啊。一定咧要預留足夠空間俾佢散熱啊。咁同埋咧，如果呢部機咧可以玩埋呢個 KT170咧，咁就完美啦。你莫再三強求，無謂情是困。咁啊，最後 I70 咧，仲有幾樣好處。前級部分咧，唔止係一個音量控制啊，係有一份咧真正嘅線路板啊。咁啊，另外咧可以有呢個 PO 前級輸出提升嘅擴充性啊，亦都可以加裝原廠嘅 DAC 同埋唱放嘅模組。咁啊，到時咧可以一機搞掂啊。總括嚟講咧，雖然 Audio Research 咧絕對係一個音響嘅老大哥啊，
不過佢哋咧唔會固步自封啊，開發出呢個 I 系列，令到更多發燒友咧可以一嘗呢個名牌嘅膽機啊！希望今次咁詳細嘅分享咧，可以幫到啲咧正在心大心細嘅你啊！咁如果想知道呢部機幾錢咧，都可以撳入下邊嘅說明欄連結啊！咁啊，最後啦，你對膽合併機有啲咩睇法？又或者咧對呢個 I70有啲咩問題咧？記住留言咧同大家分享。咁啊，順手俾個 like，訂閱 HiFi 發燒台。我哋下條片咧再傾過。